北港朝天宮為了祭拜北港媽，將佇11月20到22日老虎城的盛會，13號先佇市府舉行祭天頂典禮，邀請市長黃偉哲擔任主祭官開香，祈求聖事圓滿，場面盛大莊嚴。經過了解，距離頂一擺北港朝天宮烏面三馬的南渡巡禮已經是8年前的代誌，所以這擺蒞臨台南，各界攏相當的認真來迎接聖駕。北港朝天宮的蔡董事長跟我們台南大天後宮的張主任委員，大家率同兩邊的執事人員跟理監事，大家一起來經過請示媽祖以後重修舊好，能夠再去牽起兩邊的媽祖之緣。那我相信兩邊的信徒都是翹首盼望。今年北港媽祖南渡巡禮嘛，因為沿途經過台南17個行政區，有107間宮廟迎接，主要是宗教界聖事，嘛是台南歷史文化觀光的重要時刻。地處議員王宣茂為了確保整個過程圓滿，加上有過上萬人調的參與，佇總日巡要求市府看局處專力配合。不管是可能來的人很多流動廁所，或者是說就算我們廟方他都有把這些炮穴整理好，但是後續的清潔清運，我們是不是有辦法來運作，或者是警力的安排的協助，是不是都已經完善？環保局也好，交通局也好，警察局也好，消防局也好，當然民政局個其他所有的局處，攏有準備好勢。為了讓百年的聖事風華再現，市府表示將以相關規格來支持，嘛呼籲市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，維護環境的整潔，為台南助力滿滿的福氣甲活力。台南新聞管制楊順懷採訪報道。